喂喂，你做咩自己一個喺度練習啊？我尋日睇電視，哇！乒乓波比賽嘅選手都好犀利啊！係啊，中國嘅乒乓波選手都好出名㗎，球技又勁喎。係啊，2024年嘅巴黎奧運會，中國隊攞咗乒乓波項目入面嘅全部金牌啊！能夠代表國家攞到金牌，真係好開心啊！係啊，我要努力練習，將來我要加入澳門隊。好啊，加油！乒乓波嘅手語係咩呢？乒乓波，乒乓波。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